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Candy 啊。咁今日咧在家睇樓團咧就係繼續咧同大家睇一啲咧村屋嘅單位啦。咁我相信咧大家咧成日都想住大啲咧，咁可能咧村屋咧都會係你其中一個考慮啦。咁但係咧有時又會擔心交通啊，或者咧附近嘅治安唔知安唔安全，因為始終咧村屋咧都係得3層啫嘛，咁冇私樓咁安全，正常咧好多客都會擔心。咁今日咧同大家咧就會睇咧我身後面啦，呢個進亨豪園嘅一個咧地下大花園嘅賣盤單位。咁呢個屋苑咧好就好在咧佢非常之咧近個小巴站啦，其實行咧1-2分鐘咧就已經咧有個小巴，咁可以咧就來往翻咧大埔墟嘅火車站同埋咧大埔墟。咁另外咧都會咧有紅 van 會經過大路邊，咁可能咧就行遠少少啦，可能咧就行6-7分鐘左右到啦，就去翻咧大窩西支路嘅大路邊。咁有啲咧通宵嘅 van 仔都會經過，同埋有啲咧出九龍嘅巴士。咁另外啦，呢個屋苑咧本身咧就自己咧就屋苑式管理啦。咁你見到後面咧其實佢都有大閘啊，同埋咧都有保安監聽嘅。咁變咗咧有啲可能第一次住村屋嘅朋友咧，可能咧就會比較放心啲，因為始終咧有咩事咧都會容易咧可以揾到人去問。咁另外啦，呢個屋苑咧就附近咧都有啲停車場可以租。咁我哋事不宜遲啦，即係同大家咧就附近睇下附近嘅環境先。咁呢度咧附近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屋苑啦，咁佢哋咧自己都係自成一個，可以租呢度附近嘅停車場，或者遠少少咧可能就平啲。咁呢度行翻出去咧小巴站，其實咧就係1-2分鐘左右嘅啫。喺咧前面少少樹下面嘅位置。屋苑入邊咧就規劃好整齊，有好多自己一棟棟啦，已經係規劃好清楚。入邊咧都有啲車位，但可能有時咧就未必揾得翻喺入邊嗰啲噶啦。呢度咧就個小巴啦，就其實來往翻嘅路線咧都會經過太和站啦，去翻咧大埔墟嗰邊，同埋咧都會經過市中心。都好密嘅綠色小巴。我哋可以先睇咗咧個單位嘅大花園先啦，因為佢花園咧其實就做埋魚池啦，自成一角，自己咧就圍晒。變咗咧，就有時譬如你有寵物啊，或者咧有啲狗仔咧，你就可以自己放佢出嚟玩啦，或者咧有時可以燒下嘢食咧，其實都好正，因為佢花園咧就夠晒大，空間咧就好足夠啦。有時如果天氣涼啲咧，可以喺度咧煮下嘢食啊，打下邊爐咧，真係好寫意嘅。另外啦，我哋入翻個客廳啦，村屋嘅大細咧，大約都係7-8尺啦。佢本身個單位就有3房嘅，但因為業主本身自己人數就唔係太多，所以咧佢而家就將所有大部分嘅房間咧就變咗做廳啦。變咗咧成個巨廳，方便啲朋友啊過嚟玩。主要咧咁大個廳咧，佢主要就分翻咧而家呢個睇電視嘅位啦，同埋咧呢個飯廳嘅位。飯廳而家咧就擺咗張6人嘅餐台啦，就算再擺張圓台或者大啲嘅咧，都絕對冇問題，空間咧就十分之足夠。就攞咗個魚缸咧，就做兩邊嘅分隔。另外啦，廚房咧就做咗開放式嘅設計，空間感咧一定係提升咗好多啦。吧台啦，雪櫃可以擺喺度。成間屋嘅裝修咧其實都好新淨企理，基本上咧可以咧一入嚟就住得，或者咧都係間翻啲房嘅啫。洗衣機可以擺喺呢度啦，或者擺翻出花園都可以。廁所有窗，企缸啊、洗手盆啊、坐廁等等咧都一應俱全，空間感就足夠噶啦。另外啦，而家咧就得翻一間房嘅啫。有兩邊嘅窗，望翻咧都係後花園嘅位置，夠擺床櫃。但如果譬如想要多房嘅朋友咧，就可以喺梳化個位啦，其實都可以間翻一間大少少嘅房。同埋村屋嘅間隔咧都係自由靈活噶嘛，睇你想點間咧，就視乎翻你自己嘅需要。後花園啦，就可以攞嚟可能晾衫啊，或者種下花咁樣，因為自己間房同埋咧廚房都會望到呢個景。如果大家咧中意我嘅推介啦，可以 follow 翻我以下嘅 social media 啦。如果想入睇呢個單位或者我啲詳情咧，就歡迎打電話俾我啦。多謝晒大家。